好啦，講台早晨，我哋今日咧講 Part B 咧就係、一個比較淺嘅 Part B 嚟嘅，即係一個初階。咁因為大家今日經歷咗呢堂之後咧，下堂可以做一啲要諗嘅 Part B 啊。今日啲應該係理論上應該唔使點諗就識做嘅嚇。如果你要諗咧，證明你嗰、個Part B 嗰個功力未夠嘅啫。好，我哋打下筆記。由於咧係大家都識地 Part B 啦，好似 common sense 咁啦，我哋希望大家每條咧係付出40秒時間去研究下，你識唔識做好嘛？我哋由第一條開始啦，40秒時間。去睇下你識唔識做，做完之後咧先對答案啦。用盡你嘅渾身解數破解咗第一條先啊！40秒時間，我哋對答案同學。因為佢啫。攞筆記咗，攞埋另一份嚟。另一份筆記唔夠啊，你印啲，我哋借一份嚟啦。好 ，OK，講落第一條。嗱，咁咧佢咧就返學咧有7%搭巴士，1%搭的士啦，連續2個搭的士，咁我哋嘅做法就係的士咁樣相乘得㗎啦，64分之一，64分之一。好啦，咁咧最少係搭巴士咩意思咧？最少搭巴士嘅話咧，就係除咗2日搭的士啦，除咗係一減，就係話咧就最少1日咧係會搭巴士啦。唔該，咁呢個叫做除咗啦嚇，咁啊一減就係除此以外64分之63。馬同學，你錯咗啦，啱啱攞晒啦，OK 好啦，明唔明？呢個就係我哋嘅做法啦。OK 嚇，64分之63。好啦，第二條40秒，唔該。但盡快做下，如果唔係咧，你最好就快過我，咁你又會得着多啲啦，好嘛？唔該同學嚇。第二條。好啦，咁做呢款嘅 Part B 當然要做啲分段嘅總結啦嚇。咁呢個咧就係男士咧係男仔係44個啦，女仔咧就加埋41個啦 ，total 有85個。好啦，抽出嚟咧係 boy，咁咧 total 係85，boy 係44，咁啊做完啦。咁咧結婚的係 girl 啦，結婚的咧即係話咧個分母就係41啦，結婚的係 girl，而咧呢個41裏邊咧有幾多係住喺新界嘅？41/4啦。好啦，佢係一個男士或者住喺新界，咁當然好簡單啦。呢個咧就係男士，呢個就住喺新界，所以係44+4啊，分子係44+4，分母係85啊，48/85啊，即係話呢個係我話咧，我話即係咩意思？即係佢男仔又得，住新界又得，咁咧就係啲所有嘅機會得啦，明唔明啊？咁加埋咧就係44+4係48/85。好啦，講落我哋下一條。好 ，OK，第3條俾大家做40秒啦。咁袋裏邊咧有3個紅波，2個白波。我哋睇下以下抽法咧，你係會做唔做到啊 ？OK，咁潘同應該做唔切㗎，俾1分鐘你啦。好，第3條 A、B、C。
唔好將咧做拍 B 同埋做 P 同 C 咧，即係 mix 得唔靚啊！嗱，我哋做 A 點做咧？咁啊當然啦，好多同學都做錯咗，見到嗱咁啊點樣做咧？第一下咁啊馬同學點錯法咧？佢一個抽紅波啦，就係3/5，呢個抽白波啦係2/5，咁呢個做法當然係錯到飛起啦嚇！咁你點解咧？點解錯到飛起咧？第一，因為咧你抽咗5/3之後咧，第二個選擇咧係冇5個選擇俾你嘅，係咪？所以呢個咧係2/4，咁都係錯，咁都係錯，點解？知唔知點解咁都係錯啊？因為咧你冇考慮到個次序，明唔明啊？嗱，你先紅波嘛，後白波係咪？咁你可以先白波後紅波噶嘛，考慮埋次序就乘埋2，咁就準確啦，明唔明啊？即係又紅又白又次序，明唔明我講乜嘢？冇所謂㗎，因為咧佢抽個咧係因為呢個冇次序之分嘅，即係話咧你識兩個男朋友，一個係男人一個女人，咁啊冇所謂嘅 ，OK 嚇 ，OK， 咁啊葉初話好開心啊，好啦 ，OK 嗱，我哋咧就呢個做法已經啱啦，但係今時今日咧，因為你學咗 C 啦，如果你真係要用 C 做法，你話阿 Sir， 我想玩下 C 喎，咁點玩 C 啊？咁啊點做啊？C 好易做嘅，咁我哋咧就分母係咩啊？分母係5個波抽2個，得唔得？冇次序嘅係嘛？分母係5個波抽2個，而我哋分子係咩咧？就係3個紅波抽1個，2個白波抽1個，咁又得嘅。用 C 嘅方法咧就可以咁做，明唔明啊？你肯定個分母，同埋咧你肯定呢樣嘢係冇次序嘅，咁去做下呢個就 O K 嘅，清唔清楚？好，咁啊兩個做法都 O K 啦，無論邊個做法都好啦，答案都係記得咗啲，答案係咩？好，你先啦嚇 ，OK， 5/3嚇 ，OK B， 好啦，嗱俾多40俾大家諗下。3B 啊，抽個波出嚟記住下，佢咧就話抽完咗個波咧就唔睇佢係乜嘢，就掉咗佢啦，跟住抽第二個，佢係紅波嘅機會，明唔明啊？即係你抽第一個唔好睇啊，唔好睇啊，唔好影響你心理啊，就抌咗佢，跟住咧抽第二個係紅波機會啦，明唔明個問題啊？好 ，OK， 睇大家又可唔可以破解到啊？我同學唔鬼知咁中意我講拍 B 咧，原來啲拍 B 啲基礎真係有待改善啊！好啦，嗱同學咁啊，第 B 點做咧？嗱咁樣嘅，因為咧抽第一個波，呢個波好鬼麻煩嘅，點解？因為佢抽到紅或者白咧，係影響到第二個情況噶嘛，係咪？所以我點做咧？起步嗰陣時候 B 啊，就睇下，喂，你先抽紅或者先抽白，我先諗到噶嘛，係咪？你呢個情況要咁分開做啊。先抽紅咧係5/3，先抽白咧係2/5，呢個第一個情況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同學，第二，如果你做咗呢個之後咧，抽咗紅之後咧，再先係嗱第一個紅啦，我哋唔理佢嘅，而第二個紅咧嘅機會就係2/4，因為第一個紅掉咗啦。好啦，如果第一個白咧，第二個紅機會咧就係4/3，喺兩個情況之下咧，加埋就係我哋嘅總答案啦，明唔明啊 ？Ida 你係抽咗紅而出紅。抽咗白而出紅，咁兩個機會都得嘅。總答案咧就係5/3，明唔明啊？5/3。好啦，同學，請問 C 點做啊 ？C 啊，即係咧第一個唔知抌咗佢，第二個唔知抌咗佢，第三個係紅波機會。咁你點做啊？嗱，我哋同你解釋下，你唔好諗啦，用啲時間諗第啲啊。你要點做咧？你好麻煩㗎做 C，點解啊？喂，你要睇下第一個係紅。第二個係紅，做一次；第一個紅，第二個白做一次；第一個白，第二個紅做一次；第一個白，第二個白做一次，係咪4次？係咪做4次啊？明唔明？但係係啱嘅咁做，係啱嘅。不過我哋可唔可以快啲啊？可唔可以快啲啊？可唔可以快啲啊？原來咧可以咁諗㗎啦，同學，唔知你接唔接受咁諗啊？呢5個波咧，無論點排都好啦，嗱，無論點排都好啦，第三個係紅波機會咧，一定係5/3。同唔同意？同唔同意啊？嗱，兩個波你諗下喎，呢5個波啊，我點排都好啦，亂排都好啦。第三個紅波機會一定係5/3，係咪？啱唔啱啊？第二個紅波機會幾多？5/3係咪？第一個紅波機會幾多？5/3係咪？每個位置嘅紅波機會都係5/3，啱唔啱？啱唔啱？所以根本 B part 你唔需要咁做嘅，你就咁答案就係5/3，係嘛？C part 唔使點做嘅，答案係5/3，明唔明啊？明唔明我諗咩？明唔明啊？嗱，你諗下，你收拾嗱，有5個波，有3個紅2個白，係咪 ？OK， 第一個紅波叫做5/3，係咪5/3？
咁唔好理第一個啊。第二個紅波機會咧5分3係咪？係咪啊？即係兒童標翻答案啱嘛？係咪兒童標答案？第一個抽咗之後唔知係咩係咪？所以每一個波都係5分3，明唔明啊？你明唔明講咩啊？嗱 ，OK， 你屋企有冇鎖匙？唔擺翻，擺翻又唔同㗎啊！唔係喺未抽之前啊，第三個波係紅波機會係5分3，啱唔啱啊？未抽之前係咪？咁你真係抽落，抽第一個唔好理有咩掉咗佢，第二個唔好理佢掉乜，呢個第三個抽落去係咪都係5分3？大家明唔明啊？睇咗咧都係心理上嘅，都係5分3。睇咗同嗱，我解釋俾你聽嗱，呢度咧抽咁靚嘅鎖匙，嗱聽住啊！第三條咧就係咁我講，其中一條可以翻我屋企嘅，明唔明？咁想問啦，我呢一鋪度有10條，第三條係翻到我屋企嘅機會幾多？10分3，明唔明？10分1對住10分1啦，每一條都係10分1嚟㗎，明唔明？係咪啊？所以無論第幾條都好，都係10分1嚟嘅，聽唔明？不過咧，我話咧，喂，第一條開唔到，第二條開唔到，第三條開到機會啦，咪10分1，即係個概念就係咁做啦，只不過係擾亂你諗嘢啫嘛。明唔明我講咩啊 ？OK， 好，後邊啊，第4條，好啦，我哋思考第4條啊，將第3條拎開先，第4條再諗下，落頭出嚟。好啦，嗱，呢條4條選擇題啊，嗱，呢個人咧係廢到不得了嘅，叫做 Wendy 啦，每條都係撞㗎。好啦，或者叫做下年改名叫潘虹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咧4條都撞嘅，我同學0分機會，0分，咩情況0分啊？你首先諗咗先，咩情況0分啊？唔係啊。唔係，你嗰啲係負分嚟㗎，你嗰啱一條中1分，錯一條9分啊！咩情況係攞0分啊？啱兩條錯2條係咪？係咪 ？OK， 好啦，你首先有呢個基礎先，我黑卜咗，明唔明？啱2條錯2條就係0分，明唔明？好，點樣攞0分？大家試下，我哋俾大家咧40秒考慮時間啦。咩話？好難諗嘅喎，同學，因為咧我哋做親嘢咧都係諗佢會剔落去喎。即係不如咁啊，你每淨係識一條剔咗，跟住其他3條唔做，幾穩陣喎呢個同學。即係我哋用一個常理諗啊。其實咧，我行咗圈之後，發覺咧，你哋係咪全部都未學拍機㗎？係咪未教拍機啊？請問你哋係咪未教拍機學校？唔係啊，可能教咗係咪？但係你好似冇人學咗咁樣。嗱，我哋咧發覺咧，你哋呢即係好似教咗拍機，但係冇人學。即係學校教咗，但係未學係嘛？即係我哋啲金句係㗎。學校就教咗啦，不過我未學係咪？啲金句係咪幾好啊？4個字就係佢哋間學校嘅真言啊！教咗未學係咪 ？OK， 好㗎。嗱，同學聽住嗱，做啲咧好簡單啫，你聽我做啊！咩點做0分咧？好簡單，兩啱兩錯係咪？點做啊？嗱，你幾多錯啊？兩啱係咪？係咪兩啱啊？兩錯係咪兩錯啊？你唔係啱咗，冇咁開心喎。仲有次序問題，明唔明咩次序問題啊？你4個窿啊，4個位置有2條啱啊嘛，係咪？你咪亂擺啊嘛，啱啱錯錯啱錯啱錯啱啱咁啊，係咪？4C2，明唔明呢個 4C2啊？4條啱2條係4C2，聽唔聽到？嗱。一定要做3部曲，2條啱，2條錯，次序問題就叫3部曲啦，明唔明？咁先啱㗎。好，點先攞負分啊？麻煩做一做，負分點做啊？第一個情況係咩啊？3條錯，1條啱。嗱，我哋咁做啊，同學聽住啊。嗱，3條錯，咁就叫3條錯係咪啊？錯 ，OK， 1條啱，啱，仲有咩問題？次序問題係咪啊？次序問題呢個次序點定啊？4C3，淨係4C1啊？都得，冇錯，答得好好，都得，因為點解咧？你定義咗邊個位啱咧？其他3條就係錯，定義3條錯咧，另一個位係啱，所以都得，呢個係準確答案。嗰堂明唔明啊？明唔明？我做完啦。啊，明，做完呢個負1分，仲有一個咩分啊？冇負2分嘅。
係負4分，你負1分咗咧，即係呢個係負1分，仲有一個咩？呢個負2分呢個，負2分就係咩？負4分係咪嗱？負4分點做咧？同學，4條都錯晒係咪啊？呢個有冇次序啊？呢個特別啲冇次序，明唔明啊？因為你錯，點樣條位都係錯，係咪冇次序嘅？記唔記得？好，唔該晒，同學 C 點做啊？最少1分，最少1分，冇負1分㗎。可以點啊？你講我聽。點解負1分咧？學 Emily 咁錯咗一條之後3條唔得啦。OK， 好啦，冇錯。C 點做啊 ？C 咧就係、是、除咗0分，除咗負分，咁一定係正分啦。明唔明啊？你唔係負，唔係0，咪就係正咯。明唔明啊？ get 唔 get 到啊？同學，請問大家 get 唔 get 到？我哋好少咧做到第4條問你 get 唔 get 到，因為咧頭嗰4條都係熱身嘅啫嚇。咁大家都幾長情 OK， 好嚟 OK， 好啦，我哋一齊陪你捉魚啊嘛 OK 嚟啊，第6條啊呢條咧好經典嘅past paper 嚟㗎，教大家捉魚啊，唔該。好，請大家試下。各位同學40秒啊，唔好嘥時間啦。請你而家做啦，40秒時間，我哋一齊捉下魚啊！唔該。咁啊，不如話個 situation 俾大家聽下先啦。首先咧，魚缸 A 咧，嗱同我哋話聽下，佢有咩咧？有3條咧係金魚，咁啊我用 G 代表啦，3條金魚；4條咧係小丑魚，咁我哋寫翻 C 代表啦；1條係蝴蝶魚 butterfly， 寫翻 B 啦，代表下。咁呢個 G 係代表金魚、小丑魚同埋我哋嘅係蝴蝶魚。好啦，魚缸 B。魚缸 B 發生咩事咧？魚缸 B 有4條金魚、3條小丑、1條蝴蝶魚 ，OK。跟住魚缸 C 本身係乜都冇㗎，白冇嚟嘅。咁啊呢個過程做乜咧嚇？聽住嚇，佢首先咧喺魚缸 A 嗰度咧就捉1條魚過去魚缸 B， 然之後喺魚缸 B 咧捉2條魚啊，記住係一條咁即係嚇，先捉1條過去 C， 再捉1條過去 C， 咁呢個過程咧就玩完啦，明唔明？好啦。而家開始問 A、B、C、D 4個問題 ，OK， 咁大家試下做啦。A 嗰條蝴蝶魚仲喺魚缸 A 喎 ，B 有2條蝴蝶魚喺 B 喎，同埋 C 有2條蝴蝶魚喺 C 喎。咁咧正常嘅中6同學咧，或者中5同學、DS 同學咧 A、B、C 係啱晒嘅嚇 ，D 先會錯嘅。睇你哋會唔會係一個更加叻嘅同學啦？就 A、B、C 都錯埋。好 ，OK， 試下做嚇。溫馨提示，出呢條卷嘅題嗰個時刻咧係未教 P 同 C 㗎，嗰個年代係未有 P 同 C 嘅，所以咧你係唔需要咧用 P 同 C 去計嘅嚇。我哋用好簡單 common sense 就計到㗎啦。當然 P 同 C 咧都係處理到嘅，但係應該冇人會咁做啦。好，唔該晒馬同學。OK。A 答案係咩啊 ？A 答案係咩啊？嗰條蝴蝶魚仲喺魚缸 A 喎，點解啊？點解仲喺魚缸啊？咩話？冇錯，所以答案係啦 ，A part 答案7%，大家明唔明啊？明唔明？因為你 A part 裏邊咧8條魚抽7條魚咧，抽唔到條蝴蝶魚咧，後邊做乜都好，都影響唔到魚缸 A 噶嘛，係咪啊？後邊玩3玩4都影響唔到魚缸 A， 所以 A part 答案係送㗎7%，做完啦。佢抽到我哋唔理啦，因為佢問咧，佢條魚喺 A 啊嘛 ，B 唔會抽翻去 A 嘅，對唔住，佢冇得翻頭架嘅，佢可以喺 B 抽翻去 OK 啦，玩咩佢都冇話抽。好 ，A 翻答案7%，B 翻答案嗱2條魚都喺 B， 識唔識做？咩情況之下2條魚喺 B？ 嗱好簡單嘅 common sense 啊，點樣咧？係要喺魚缸 A 抽咗條蝴蝶魚去 B， 啱啱？然之後喺 B 裏邊做2條魚抽咧，都抽唔到條蝴蝶魚，明唔明啊？做2次都抽唔到，明唔明？同學，你係咪已經做啱答案咧？唔係。做多同學，麻煩你撳個答案出嚟好嗎？我睇下邊個啱啊！暫時咧都未見到啊，唔該。
撳個答案出嚟，睇下邊個試下啦，唔該嚇，試下，試下幾多？哦，你都錯晒大鑊，你都錯，有冇搞錯？喂，答案咩啊 ？B 啊！死咯！你咧？嗱，同學，不如咁啊，你冷靜啲先。我而家好唔冷靜啊！你哋如果你今日有時有拍邊咪全部都咩啊？全部都即係嗱嗱，如果你識邊咗，跟我做一次好嗎？B 好嘛？嗱，同學跟我做一次嗱 ，B 點做咧？首先咧，你係咪一定要喺 A 嗰度？你抽白嚟嘅，你要抽條蝴蝶魚個 B 係咪先有得玩先？啱啱好啦，嗱，現在魚缸 B 係咩情況啊？係有9條魚，有2條蝴蝶魚係咪？咁我哋點能夠有2條蝴蝶魚停留喺 B 咧？就係第一步，你要喺魚缸 B 裏邊咧抽另外嗰7條。呢步明唔明啊？明唔明？仲有工序係咩啊？仲有嗰8條，係咪8條啊？抽幾條啊？抽幾條啊？咪抽嗰6條咯。非蝴蝶魚啊嘛，咁答我先知你啱唔啱？試下，中啊！馬同學啊，鬧下你真係叻咗啊 ！OK 啊 ，C。好啦，同學嗱，今次咧2條蝴蝶魚喺 C 啊。頭先咧2條都唔喺 C 係咪啊？頭先2條都抽唔到係咪啊？而家要咩啊？2條都抽到喎係咪啊？明唔明啊 ？OK 好，答案咧？爭少少，我見到好有誠意嘅目光，可惜1over288冇錯，1over288。點解你會諗錯咧，同學？你其實你好努力嘅嗱，點解咧？我講埋先好嘛？嗱，睇下，首先咧，你一定要喺魚缸 A 抽條蝴蝶魚過去 B 啦，係咪啊？跟住咧，你要9條魚裏邊有2條蝴蝶魚係咪？抽去 C。第一個情況就係咩啊？係2/9，係咪？係咪2/9啊？要抽明未？第二個係咩？仲有一個咧，1/8冇錯，啱啦，1/8，2001/8成功啦！嗱，同學，通常咧，我哋做啱 A、B、C 咧，先可以講 D 嘅嚇，先話俾你聽你 D 點錯嘅。好，大家一齊聽下 D 點錯啊！快啲！D 啊！喺魚缸 B 裏邊冇蝴蝶魚啊！有冇幾多？冇個數字㗎。有冇同學做到答案咩？啊！多謝你嘅努力啊！繼續。當年考試咧，差唔多有成5、6成人咧係做啱 C 嘅嚇，但係咧 D 咧就應該冇乜人中㗎。做到 D 嘅同學咧係 A 級㗎。當然你嘅答案係唔啱啦。你咧？聽唔到？唔啱，有同學咧？唔該晒，唔啱，繼續啊！你咧？OK， 我教完呢堂之後咧，我哋唔敢話咧，我哋精英嘅學生數學叻啊 ！OK 嚇，我哋咧要檢討下。好啦，不如咁啊，因為後邊好多數，我哋而家唔好計啦，聽我做好嘛？嗱，聽我做啊！咩話？你講咩話？又俾你啱到嘅，咁犀利嘅。好啦，嗱，我哋點樣做 D 啊？嗱 ，D 咧係有2個情況嘅。第一個情況係咩咧？第一個情況就係 C 嘅答案，因為咧 C 嘅答案咧係導致咧你2條蝴蝶魚喺晒 C， 咁 B 咪冇蝴蝶魚咯，啱唔啱先？呢個200%咧係其中一個 case， 係咪？好啦，第二個 case 係點做咧？嗱，同學你要記住啊，如果你係 B 冇蝴蝶魚咧，
第一個情況就係兩條，即係呢度抽咗條過去，之後兩條抽咗去 C 啦。第二個情況就係根本咧，你喺魚缸 A 咧，根本都抽唔到蝴蝶魚過去，係嘛？抽唔到過去係咪？嗱，你抽唔到過去之後咧，佢變咗咩？嗱，同學，你抽唔到蝴蝶魚，即係仲有一條唔知咩魚係咪？係咪？好啦，咁咧點樣抽走條蝴蝶魚咧？原來咁樣嘅，係可能呢度有9條魚啦，你一抽就抽咗條蝴蝶魚過 C， 啱唔啱啊？第二轉抽乜都冇所謂啦，係咪？明唔明啊？第二轉係抽乜都冇所謂，因為抽兩次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二或者咩啊？或者你一抽唔到條蝴蝶魚，明唔明啊？抽唔到啊，9分8係抽唔到。然之後第二次冇中，咁呢個咧就係冇蝴蝶魚喺 B 嘅情況啦。96%17%咧係俾阿潘同撞中咗啊！點解會知嘅？佢做㗎，好識嘅。OK， 90%17%啦，唔該晒。好，我哋後邊。好啦，如果你對啲拍 B 咧係非常之唔開心嘅話咧，咁希望你更加開心啲咧，做第7條啊。OK， 好，好，睇題目啊。咁我哋睇中文、英文啦。我驚你哋咧語言咧擾亂咗大家諗法，所以咧有雙語嘅解釋嘅。好，麻煩大家睇睇啊。搬龍擺做第7條。咁點算啊？咩嘢啊？你講咩？你請問你明唔明嘅題目啊？唔明 OK， 我講為咗你講解一次俾你聽下。好，好啦，我哋講解題目先，有啲人咧唔明啊，可能咧大家都冇做過工廠，冇做過工廠仔，唔知道點做。嗱，其實咁啊，有間公司咧就生產一紮嘅 chips 啦，即係電腦嘅配件或者係啲晶片啦嚇。咁咧就有個 QC 啊，咩叫 QC 咧？叫做呢個品質檢核員係咪？品質檢核員咁啊坐喺度咧，譬如生產咗啲嘢咧，有個人品質又望下啲嘢 O 唔 OK 啊，啱定錯啊，或者係掂唔掂啊？呢個品質檢核員啊。好啦，咁啊點樣做咧？原來咧一個嘢咧就係真係壞㗎。OK， 嗱真係壞嘅咧，佢測到佢係壞咧就係0.95。聽得明咩叫0.95啊？聽得明我講咩啊？嗱咁啊，即係話咧嗰件物件本身係壞嘅。你有95%咧話俾人聽佢係壞，聽到我講咩啊？即係咧，本來佢係壞，但係你有5%可能當係好嘅喎，明唔明？嗰啲叫真係壞，聽得明啊？明唔明先？好啦，第二個情況聽住呢個嚇。咩叫0.02咧？就係咁嘅，嗰件嘢咧根本就唔係壞，但係你當咗佢壞，呢叫假嘅壞，明唔明啊？即係潘龍咁，本來佢唔係一個好人，你當係好人咁，叫假係好嘅，點解？好，明唔明先？好啦 ，OK 啦。咁但係咧。事實上咧，呢間工廠生產嘅電腦晶片咧，其實有0.005，即係0.5%咧，係真係壞嘅，明唔明？好啦 ，OK，A 真係壞，有幾多百分比？真係壞，即係嗰個 QC 話咧，佢係會係真係壞嘅 ，true defective。知唔知做啊？點做啊？嗱，聽住喎，嗱真係壞咧，嗰堂真係壞咧有兩個工序嘅，聽唔明啊？第一個工序佢本身真係壞嘅，係咪？跟住咧，你 check 到佢壞嘅，明唔明啊？即係兩件事嚟嘅喎。OK， 所以 A part 答案點做咧？就係本身佢係壞嘅嗱，壞嘅咧係0.005係壞嘅，啱唔啱啊？壞裏邊咧呢個咁嘅 QC 呢個廢柴咧係有95%咧知佢真係壞啫，明唔明？第二咩叫假壞啊？同學，假壞係咩意思啊？佢要係好㗎嘛，係咪？係咪啊？咁壞係0.005啊嘛，好嘅係咩？係0.995係好㗎嘛，係咪？係好嘅，但係你當咗佢壞，咁就係0.02。明唔明咩叫真壞假壞啊？聽唔聽到啊？聽唔聽到啊？好，兩個加埋就係咧，即係唔係兩個情況加咁樣啊嚇。7A 答案0.00475，
0.00475係真係壞㗎，0.00475。7B 答案係0.0199，真係壞，假壞。OK， 好啦 ，B。嗱，請你留意下 B 講乜啊 ？B 咧就話咧，如果呢件嘢被認為係壞嘅，佢真係壞嘅旁邊，聽得明啊？呢件嘢係並認為係壞嘅，而真係壞嘅機會率，聽得明啊？咁請問呢個分母即係咩？分母即係乜嘢？聽得明啊？你個分母梗係唔係啊？你分母咩？Ida 佢呢個啦，係咪？你被評為壞咧，就係呢個係真係壞嘅，而評為壞係咪？而呢個係咩啊？0.0199係咩啊？佢唔係壞，被評為壞。咁呢個分母就係被評為壞嘅情況，明唔明？明唔明啊？被評為壞之後兩個情況啦。咁邊個真係分子啊？真係分子當然係真係壞啦，0.00475就真係分子啦。明唔明啊？我哋咧第時咧做 QC， 第時將來大家做嘢咧就係要咁樣評價一件事㗎，真係壞，假係壞，咁咧就係我哋點樣評價佢啊？答案係0.193，有咁啲嚇。識唔識做啲旁邊啊？你哋識唔識啊？識唔識啊？好嗱 ，OK， 我停一停啊嘛，嗱睇下先，我哋做下一個題型啊，我啲上面嗱嗰度呢條係學過旁邊嘅人咧都識㗎，麻煩你試下做下，唔該。第8條40秒時間。嗱，我哋咧係行車咧行經過3 set 嘅交通燈，而每 set 嘅交通燈咧着呢個係紅燈咧，即係唔俾你行嘅機會咧係0.4、0.5同0.3，係咪啊？明唔明？好啦，佢問你，如果你揸車經過嘅話咧，淨係俾其中一盞燈截停，其中一盞燈截停嘅機會。恭喜你，你做啱咗，因為你個答案大過1嘅。好啦，嗱，同學，我哋教你做一次咧就算啦，呢條題目嚇。嗱，俾其中一盞截停咧，可能係俾第一盞截停。OK， 但係咁喎，你記住喎，如果俾第一盞截停咧，暗示咩？暗示埋咧就係第二盞燈冇截你，第三盞燈冇截你，呢個係第一 case 啦，明唔明啊？第二個情況係咩啊？第一盞燈冇截你，第二盞燈截咗你，同埋第三盞冇截你，呢個係 case number 2。第三個 case 係咩啊？第一盞燈唔截你，第二盞燈唔截你，同埋第三盞燈截你，呢3個 case 加埋就係淨係截一盞。葉初明唔明啊？好，原來要咁計，葉初冇錯係要咁計嘅。好，點解撳一撳答案啦嚇，攞個感覺先。得唔得？0點撳完機同學講0.44，唔該晒，0.44，明唔明個做法你哋？明唔明做法？要咁樣分類做係咪好麻煩啊？係咪？但係點都唔麻煩得過你攞唔到分啦。呢個係唯一做法嚟嘅，別無他選。好啦，下一條唔做啦。好 OK， 我哋見後邊啦。好嗱，左條咧係試題咧經常出嘅嚇，第9版對唔住第8版13條啊。我哋呢個咧叫做概率初階金堂啊，下堂呢度深少少嘅嚇。好，我哋睇呢度。好啦，麻煩大家做第13條啊，試下喺第8版啊。
同學，你嘅識別得非常準確，繼續啦，非常準確，真心嘅。我見到好多同學都列啱啦，你慢慢出啲色啊。嗱，第一條色係點咧？係1/3係咩嚟嘅咧？就係、抽一個紅波，咁所以咧紅波咧嘅總數係有 n 個係分子啦。total 嘅波咧係 n 加 m 係分母啦。呢、個情況係出咗1/3。Case number one 1/3紅波 over 總數。B 兩個都係紅波，嗱同學要咁做啊。首先你要第一個紅波啦，而第二個紅波點做咧？第二個紅波就係、抽咗個之後就係 n 加 m 減1，紅波抽咗一個就係 n 減1，答案係1/15。嗱，我手上揸住兩條式，咁啊用聯立方程做咧，當然啦，嗱你呢個數做唔做到咧，係介乎你識唔識呢個聯立方程嘅。嗱點解咧？因為咧好多同學咧呢條式咧好易化簡嘅，以大家嘅新手嚟講咧，唔需要質疑㗎，你化簡唔到咧，去讀翻 Form 2啦嚇。嗱好啦，咁呢條式點化簡咧？呢條式點化簡咧？原來咧有啲人咧係知道巧妙喎，點解咧？因為咧呢個 term 咧根本就係1/3嚟㗎，係咪？咁呢個 term 變咗咩？呢個 term 咪變咗1/5咯，係咪？嗱，你咁做先會快好多，明唔明講咩？因為呢個係1/15啊嘛，除翻1/3變咗1/5，所以咧第條式咧係將個 n 減1同埋 n 加 m 減1咧變咗1/5，揸住兩條式聯立方程咁樣做到，係咪快啲啊？即係你唔需要考慮到個 n 二次啊、m 二次啲麻煩嘢啦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同學寫得答案一個係4，一個係2啊，唔做啦，我哋識呢個方法就得啦，慢慢做啦。好，唔該，我喺後邊。好啦，我哋咧同你做一條咧，你哋發夢都估唔到嘅題目啊！咧試下呢條題目咧，同我講俾同學聽咧都唔信㗎。第17條啊，咁啊睇今時今日咧，你信唔信啊？嗱，第17條係講緊乜咧？我哋想解釋題目俾你聽啊！嗱，呢個嗱咁啊，而家我哋咧應該超過23人嘅，而家超過23人。你知唔知道咧？其實咧。你知唔知道？喺個班裏邊啊，如果有23人或以上咧，而捉到同一日出世嘅人咧嘅頻率係幾多咧？聽唔聽明啊？喂，嗱，你班裏邊有23個同學或以上啊，而撞到生日嘅機會係幾多咧？你覺得機會大唔大咧？23人啊，唔大。你覺得咩叫唔大？有冇話細過1啊？咩叫唔大啊？講我聽下，0點幾啊？諗下，你撳咩機啊？你叫諗下啫嘛。OK，點啊？你覺得機會幾多啊？覺得0.1、0.2啊？0.5叫做唔大啊？OK， 嚟估下，咁我個感覺先。同日生日。咁大機會0.9幾，你聽唔即係大家可以同一日慶祝生日喎，有23個同學喎。請問你撞到同一生日，你覺得機會幾多？同學，你係發夢都估唔到，聽日嗱發夢都估唔到，佢嘅機會咧係0.5啊，真係0.5啊！嗱，你亂噏嘅啫。嗱咁啊係有得計嘅。嗱咁啊，其實咧聽下先，同係每班都23人嘅話咧。兩班裏邊有一班咧係會撞到生日嘅，聽唔聽明？咩叫撞生日？即係同日生日咯，明唔明啊？即係你又係3月28，我又3月28，咪公佈咗我生日期添，撞到個日子係咪？明唔明啊？咁叫同一日期咯，明唔明？得唔得？咁真係有一半機會嘅。你哋學校咧，每班係咪都有23人啊？每兩班都有一班係撞到同生日嘅，翻嚟試下。我哋而家度咧應該係會有一半機會撞到嘅，不過唔好講啦，大家生日咧係大家秘密啦。OK， 好嗱，點樣計 ？OK， 同學嗱，我哋假設一年係365日啦，冇2月29嘅，咁今日因為容易計啲啊，23人同一日生日嘅撞到嗱，唔計年份啊，撞到生日嘅機會，呢個題目就問呢樣嘢。好，俾30秒大家啦嘛，撞到生日啊，明唔明冇咧？明好。原來你係識計㗎，原來你哋個個都識計㗎，不過你唔中意計啫嘛。
時揀得出嘅機會幾多？都係0點係咪？一係揀得出，一係唔揀。好啦，我哋教你計一計啊，好簡單啫啊，23人啊。第一個人，如果咧呢個人咧係任何一日出世，係咪360/365係咪？如果你要同佢唔難聽咗，你要同佢唔同，點做咧？你就要360/364，你就係同佢唔撞到生日啦，係咪啊？咁第三個點話？喂，你要同佢撞唔到喎，係360/363，係咪？去到第23個都係撞唔到生日嘅，請問4%咩落去？喂，計一計數啦，4%落去340。哎呀，你方少少書就大鑊啦。340。唉，嗱，我哋咧中六講暑期班咧就係講呢個 topic 㗎啦，就係講點樣數嘢㗎啦 ，OK 啊？係343啊！你知點解343啊，同學？因為咧你第一個唔使減噶嘛，第二個減1減2，呢個咪減22咯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嗱呢個情況係咩咧？係呢23個人都不同一日出世，啱啱啊？除此以外咧就會撞到生日啦。除此以外就會撞到生日啦，啱唔啱啊？明唔明？好，請大家撳一撳呢個答案啦。你先唔撳先？喂，撳個機啦。先會咁啊！先會咁啊！喂，使我教你點撳啊？你哋嗱一齊撳下。嗱，先講分子先，分子點做咧？係365，即係點啊？我講分子啊，會唔會有人寫365×364㗎？有冇咁嘅同學啊？有咧就要要非常之檢討下啦。係365。P23就撳完㗎啦，分子係365P23，OK？ 明唔明？分母係365嘅23次，分母係365嘅23次，OK？ 我哋預備撳個發邊出啦，1、2、3， 0.49，我哋用1減佢啊，1減 answer。原來係超過一半㗎，超過一半咧係撞啱生日㗎，超過一半，明唔明啊？0.50幾嘅，唔信咧，你翻去做下實驗咧，睇下你班裏邊有冇同你同年啊，唔好講同年啦，同你同月同日生嘅機會啊，咁係好有幾大機會㗎。喺班裏邊咧翻去話，原來你又係咁嘅時間生日㗎 ，OK 啊？原來你又3月32號㗎 ，OK 同我一樣㗎咁嚇。好 OK， 我哋去。聽唔到啊？聽到啦嘛，好，後邊好啦，大家攰啦，我哋唔做咁多啦嚇，我做到1至2、3條 ，OK 好，我哋飛啊，飛到做呢個第18版。拍 B 好唔好玩啊？好啦，請大家做25條一齊嚟嚇，25條。好啦，潘龍快做數，唔好影響阿通行證啊，唔怪之佢成日都唔翻嚟啦，因為驚你騷擾佢。快啲，25條啊！我話你個壞女孩嘅形象實在太深入民間，佢嘅乖女孩嘅形象好深入民間，所以你兩個打交一定係話你打佢。好，所以你千祈唔好鬥佢。好啦，我睇下呢個25條啊。好啦，呢個係咩咧？呢個係公字啊！咁我哋咧叫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如果你擲粒色出嚟咧，擲到4，就將第4個眼咧反轉佢，明唔明啊？如果你擲到1，就將第一個眼反轉佢，明唔明？個故事係咁啦。好啦，而家擲色2次，咁我睇下大家咧就係擲色2次啊。咁咧就係 A 有5個眼係一樣嘅，即係5個公或者係5個字嘅機會啊。擲咗2粒色之後，擲咗2粒色之後，有5個公或者5個字嘅機會啊。擲2次色，咩啊？即係將色掟落地下，如果擲到4就將4反轉啦，明唔明？第二次再擲到3就將3反轉啦，明唔明我意思啊
OK， 好，唔該晒。好啦，同學諗到未 ？A part 答案，諗同學試下講出嚟。A part 答案係 A part 答案係邊度？18分之幾 ？A part 答案係同學0.4咩嚟㗎？呢啲你有冇 A part 答案？1 over 3，有冇 A part 答案啦？1 over 10，OK， 15啊！哇，點嚟㗎呢度？你啲咩嚟㗎？呢啲 A part 答案啊，成唔係1/2。嗱，佢落你知唔知道咧？如果 A part 答案係好易嘅，我解釋俾你聽。答案一講就講到啦，就係6/2，明唔明啊？明唔明點解6/2啊？即係1/3，我解釋俾你聽，因為用6/2解釋好易啲啦。因為咧，你要5個面一樣咧，好簡單。你第一粒，無論你中咗135或者246都好啦，明唔明講乜嘢？咁假設你中135啊，你要咧喺135裏邊咧中咗一個之後咧，要喺下次中咗13，咁先5個面一樣噶嘛。所以第一次係唔緊要嘅，第一次係唔緊要，而第二次咧係要6/2。OK， 聽唔到？得啦，呢個圖明唔明啊？嗱，仲有一次啊，如果你第一次集到246是但一個啊，是但一個，咁咪將246是但一個反咗係咪？你要5個面一樣，係咪要將246餘下嗰兩個反咗先會有5個面一樣啊嘛？啱唔啱啊？所以答案就係6/2，唔使你第一個感受嘅，得唔得？好，第一個答案6/2就完啦。B 啦 ，B 啊 ，B 好易啊！如果諗到，你諗唔到真係要好檢討下自己嘅思路啊！呢個擺設係冇變到嘅，呢個擺設冇變到點做？講答案啦，講答案啦。唔係，唔係啊，唔係你太關注第一個感受啊！你聽住，你做合 B 咧，你係唔需要你第一個嘅係咪？何先係嘛？答案咩啊？1/6，冇錯，1/6。明唔明點解1/6啊？因為你唔需要你第一個集乜嘢，總之第二個要集到同佢一樣，咁件事咪冇做到咯，係咪啊？明唔明？答案1/6，我哋唔需要關注第一個感受嘅，大家明唔明啊？好，第二個係1/6，好，第三個嗱，要識做呢間嘅合 B 啊。第三個維持翻3公3字，睇下有冇同學諗到啊？維持翻3公3字，試唔試啊？唔使好複雜嘅思路㗎，你好簡單諗嘅嘢得㗎啦。答案咩啊先？呢咩嚟㗎？係咪真係自己諗㗎？記得你 get 到我講乜嘢？非常好啊！嗱，如果你 get 到我講乜嘅同學咧，蔡樂 get 唔 get 到？嗱，點先維持3公3字咧？同學你諗下。首先第一個，你唔好理佢咩感受啦。假設佢訂咗135係咪？135咁反咗135其中一個之後咧，你本來咧246同135其中一個係咪一樣？咁點維持翻3公3字啊？係要你第二次集到呢4個其中一個，將個字反翻轉頭，明唔明啊？嗱，你第一個如果集到公嘅話咧，係咪變咗有4個字啊？係咪？咁你4個字集翻一個出嚟，將4個字變翻一個公。咁啊維持3公3字咯，所以答案係6/4條。
明唔明啊？你唔好諗得太複雜就得㗎，你好簡單咁樣諗去點樣反就 OK 啦。6分4明唔明啊，同學？啊？唔使揀，第一個唔使揀㗎。你唔使理第一個感受嘅，因為無論第一個點都好啦，後邊嘅諗法都係一樣反轉佢喎。6分4明唔明？喂，明唔明啊？好 ，OK， 下一條。DSE 出親嘅 P 咧唔係咁淺㗎嚇，佢一定好複雜㗎，所以希望大家咧要好啦，我哋做埋26啦，好嘛？橫掂都係今日興起啦，做埋26啊。嗱，我哋解釋少少俾大家聽下，同學。嗱，而家咧今時今日你哋好幸福㗎，因為咧你哋咧係淨係考一個公開試，中6就入大學啦。以前咧係讀完中5咧，係考完個試之後咧就會升中6嘅，升完中6之後咧再考個試咧就可以入大學嘅。以前你記唔記得？知唔知個制度啊？以前咧有17萬人咧喺我讀書嘅年代啊，有17萬人咧考中5會考嘅，考完之後咧有2萬人去讀預科 ，OK。讀完預科之後咧，中大同港大每年收1000個人，就有2000個咧就讀大學啦，明唔明？所以以前嘅大學生係好值錢嘅。今時今日就 OK 講完啦。OK， 嗱我睇下呢條數點做啊？好啦，我哋慢慢對答案好嘛？我哋潘同得未 ？A part 答案0.1，好啦，唔要？答案咩啊？唔要0.一號咩啊？1097咩嚟㗎？呢度都個答案錯晒。喂，點解會錯晒㗎？你講答案係咩啊？有同學講啊，阿楊同學答案咩啊？你咧？唉，終於揾到個資深人啦 ，OK， 咁簡單數都全部人錯晒嘅，0.196啊，係喂A 咧 A 又能夠升中6兼入大學，而 B 又能夠升中6入大學，咁所以乘埋一齊。就係兩個都能夠升中6並且入大學，0.196，明唔明啊？啊？你係識做但係寫錯咗啊？邊度寫錯字啊？OK， 好，麻煩大家再將個焦點即係喺個英文度。OK，B， 好啦 ，B 啊。當兩個同學已經升咗中6啦，咁問佢哋一齊入大學機會，已經升咗中6啦。呢個機會咧係咪比呢個機會大啊？係咪？呢個要考慮埋佢入升唔升咗中6啦，係咪？呢個唔需要啦，已經升咗中6咯，係咪？明唔明啊？唔明個題目啊？嗱，多次，呢個係咩咧？呢個係佢升中6兼入大學嘅機會。見唔見到？嗱，咁我睇下嚇，原來咧兩個人咧升中6咧 ，A 升中6係0.8，OK， 而佢升中6又入大學係0.56，咁即係話由中6去大學係咪0.7啊？係咪 ？OK， 我哋炒咗佢，咁係咪0.7啊？呢個明唔明啊？得唔得？嗱，你升中6 0.8，升中6入大學0.7，所以總數兩個機會就係0.56。好啦，呢度。你升中6係0.7，兩關過晒0.35，淨係升大學嗰關係咩啊？係咪0.5啊？係咪0.5係咪？所以咧呢個人咧呢關咧去咗由中6去大學咧呢度就係0.5，所以兩個人都能夠去入大學咧就係0.7
乘0.5啦，得唔得？所以個答案係0.7乘0.5。好啦，淨係一個入大學，咁好簡單啦。either A 入大學 ，B 唔入，或者係 A 唔入 ，B 入，咁啊做到啦。OK， 清楚未？好啦，同學，我哋今日咧希望大家咧係喺呢個階段咧做份剝卷啊，睇下佢。咁剝卷咧我收咗咧頭嗰幾條啊，有啲題目咧唔做嗰啲咧，我哋 cut 咗俾大家啦。第9條開始，因為咧1至8實在太簡單啦，希望大家咧喺11點前做到幾多啊 ？OK。讓同學冇剝卷，係當然成份啦，唔係冇成份嘅，1至8我 cut 咗啦。好啦，嗱同學，麻煩大家咧將咧盡量今日咧填咗啲回條俾我哋啦。我哋呢度咧係咁嘅，如果你喺6月12號考試咧，舉例12號咧，就希望大家11號咧下午咧1點半翻嚟温習嘅，大概温3個零鐘咧就温晒成個課程嘅。所以所有同學請你填咗表啦。咁填咗表之後咧，交俾我哋，我安排課室俾大家翻嚟温習。咁你考完試之後，嗰啲15啊、22一堂咧就唔使翻㗎啦，喺屋企咧瞓下覺啦，唔使咁早起身啦。做到我哋嘅6月份第3、第4堂咧係唔使上嘅，除非你真係好想翻嚟咧做下剝卷都歡迎嘅嚇。就好似月初咁乖咧，考完試都翻嚟操數學咧，我哋係歡迎嘅 ，OK 啊。咁啊，可以帶埋你 friend 翻嚟 OK 啊。好，咁啊請大家填咗個表交俾我哋，我想早啲整理下大家啲考試嘅位置啊情況啊，唔該。湯同學請你快啲填咗表去，唔該。我未派，唔該晒，又未派表，我要填。我實在太過心急啦！咦，中午係邊個？中2、中3。喺度係。哦，得，算啦，係。咁啊，如果好似不嬲商會都考得好後嗰啲咧，慢慢翻嚟做卷啦，慢慢做。